今仔日是2024年台北股市最后一个交易日。真可惜，受到美国股市落盘的影响，台北股市一开盘就对咧落，上尾也是落155点，以23035点来收盘。不过台北股市今年的起伏将近3成，毋那是亚洲第1名，更加是全球第3名。 富国新创台积电2024年一直创造奇迹，技术突破，海外扩厂拢有进展。一年来股价嘛起袂少。12月30有一个大户，以有史以来第2关价1104块一摆买50张的台积电，总金额是5522万。实际上的买盘是来自于外资的所有人。 台积电作为宽达股，2024年嘛带大盘创下新高点，到12月23为止。 台股起伏高达208.85%，毋那是亚洲上悬，更加是全世界第3。香港甲新加坡的起伏分别是16.63%甲15.78%，是亚太地区的第2名甲第3名。比较起来，南韩今年落来是落8.03%。戒严确实影响到了韩国的股汇市。第二个的话，当然就是 AI 产业，几乎全部集中在台积电的手上，既有晶圆代工的优势，然后又有像鸿海、广达、英业达这一类的大厂，那他们具有 AI 组装的优势。 展望2025年，专家认为讲 AI 概念股依然是投资的重点。正因在讲解 AI 伺服器的领域。 年成长分别有可能达到20%甲10%，是讲台积电海外厂的高成本，敢会影响到伊的利润甲 EPS， 这是一个重点。AI 市场专家真乐观。 2024年，其实多家品牌厂商都有推出相对应的产品，但是由于整体生态环境还不够成熟，而且绝大多数的功能其实依靠云端就足够。2026、2027年之间，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起飞阶段。 新的一年，专家嘛提醒讲，2025年1月20上任的川普，依然是全世界股市上大变数，投资人都要谨慎应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